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初3，旧历的正月初10，礼拜一。新闻一开始，也是大家真关心的武汉肺炎的疫情。先来看咱国内目前累计通报的个案1007例，包含10个人确诊。即摆挂喙罨已经变做全民运动了。问题也是有真侪人买无喙罨，要提醒乡亲，健康的人伫咧户外无需要挂喙罨。只有伫个人较侪公共场所，或者是封起来的空间，或者是患病的人，才需要来挂喙罨。咱就把这个喙罨留予真正需要的人，也若无真正需要的人，颠倒无喙罨通挂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共危险。户外啦，旁边没有人啦，通风的地方其实不用戴口罩。潘江普医师强调，健康的民众伫户外无需要挂喙罨。只有特殊的情况才需要挂。你要到医院去，因为你会碰到病人。第二个呢，是你到一个环境里面去，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人跟你近距离的靠得很近，而且这些人的健康状况你是无法掌握的。比如说你在大众捷运系统旁边都挤满的人，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生病。那这是一种情况。或者你到某一个大型聚会或大型卖场。民众小过紧张，才会造成抢买。即马乌豹传出疫情严重，1名死亡，56名确诊个案。他并没有公布他的死亡日期啦，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何时死亡的。比较可能的情况是，他们有一些人其实是过去就死亡了，最近还被确诊是武汉肺炎。虽然目前也无法度完全掌握2019新型冠状病毒，但是确定会透过近距离喙暖或者是分泌物来传染。接触受感染的野生动物嘛有可能被传染，犀牛传播嘛是有可能传染的途径之一。疫情持续扩大，有泰国医师讲是成功用艾滋病结合流感药物治疗病患。艾滋病有个药是可以用来治疗冠状病毒，那初步的结果说可能有一些效果，可是所以它是有根据的，可是并没有经过严谨的临床试验证明。医师提醒，若是出现发烧、咳嗽，然后无爽快、呼吸困难或者是肺炎的症状，要马上就医。较接洗手，减少去人多公共场所，都会当离病毒较远一点。